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中东区的建成甲进行路口真复杂，有7车路，搁分车做 Y 字形。讲这个直行机车甲正外的汽车定定咧相碰，啊嘛因为车红灯太济了，民众是看甲目睭花，一个无小心就弄做伙，所以警方决定要伫这个所在来设置着科技执法，希望会当减少事故。 白色含金色轿车连续弄红灯，那会才拄好2台车做伙违规。因为这受测路口的台中建成和进行路墙灯的数量侪到民众看袂清楚。他不能看这边，他是要看这边的，哎，然后他会看错。 我会看错红绿灯。对，会看错红。那灯好济看袂清楚，其中建成路过路口了后，佫会变作 Y 字形，2条路互地形和正外车辆做伙行，较会造成交通事故。这条7号路口呢，最容易发生车祸的就是建成路，因为它原本是一条道路，结果分成2条。如果你没有事先选择正确的线道，很有可能会在中间这里发生交汇，造成擦撞。就是交叉那边嘛。嘿，哎呀，你如果直线的话，你要打方向灯啊。嘿。 哦啊，有的没有打的话，就直接撞上。我就贴了一张附近居民唔但逐工看到车祸，甚至家己嘛互弄甲惊到，规气伫机车后壁大保持距离的2条，接发生意外，互警方决定直接设立科技执法。以取缔闯红灯、不依标志标线设置指示行驶的部分来做进行违规行为的一个稽查取缔。 警方讲，以后会比照北区总店5环5个路口，要正外要直行，拢爱行特定的车道。比如讲，要直行建成路行中间的车道，要正外进行路行外侧车道，避免行车的动线相共造成车祸。若是无遵照规定，都会罚钱。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